大家好，依家係2026年5月2號，香港嘅7月份同8月份2個月之間有好多災難要爆發，真係幾大鑊嘅，同大家特別預測，希望大家可以避過災難。係耆朗師傅，佢香港2019年唯一預言有瘟疫爆發嘅師傅，我係七仙女轉世，中意我嘅朋友請點讚我、訂閱我。打開右下角個鐘就撳全部，就可以收到我新片嘅通知。有中意睇嘅題材請留言。我睇到香港嘅7月份至8月份好嘅一面呢，就係好多朋友都會有生意做，商機咧就增加咗，商機無限。字頭有好多人都係揾到生意同埋簽下合約嘅，有訂單啦，生意都嘅，揾到錢嘅呢2個月，好多都揾到錢。但係咧就好容易咧惹上官非，有啲簽咗啦生意啦，可能呢個官非未必係依家即刻會彈出嚟，但係會因今年嘅合約令到未來產生呢個官非嘅現象咧，就會比較普遍嘅。咁同埋呢2個月咧詐騙案件咧就係急劇咁上升嘅，同埋中意網絡上面網戀嘅朋友，即係中意喺網絡上面上人嘅要小心啦。新年7月同8月份咧，就好容易因為網絡上嘅戀愛嚟一個破財運，或者係傷心嘅事件發生。2個月咧，好容易產生盜竊、爆抄，要防俾人偷嘢。仲有咧就係防備打劫嘅搶嘢啦、打劫啦，啲案件咧係比較容易產生，比較嚴重嘅兇殺案件發生，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。好少人去嘅地方或者太黑嘅地方咧，盡量就避開。跟住就要打交啦，或者係持刀傷人嘅事件咧，都容易喺呢2個月當中發生。自殺嘅事件咧、墮落事件咧，就容易產生嘅。另外就係需要防範車禍。跟住咧就係做啲危險工作嘅朋友咧，喺呢2個月當中特別容易招惹血光之災嘅。所以咧，唔理你做咩工作嘅，只係好危險嘅工作，都需要做足防範措施，或者係做啲安全保障嘅工作比較好啲。總之做危險工作嘅朋友都需要警惕。但係咧，想做生意賺多啲錢嘅朋友，呢2個月咧，其實就有好多機會嘅，好好把握，努力衝刺，有機會揾到錢。好多人咧面臨困境，或者係想賺多啲錢嘅朋友，其實一般人都唔知點算。依家同大家介紹一個好好嘅方法，又平得嚟咧，又可以幫到你或者你全家嘅運勢，唔單可以幫到你全家嘅平安，如果你識到運用嘅話咧，仲可以俾你全家帶嚟意想不到嘅好運同埋財富運勢。呢個就係三寶。我其實每一年咧都幫大家出咗啲改運嘅三寶，裏邊又有平安運勢啦，亦都有改命嘅運勢，更加有增加財富嘅運勢。我其實有一條片同大家講咗啦，就係介紹我點樣用我嘅三寶改運。我嘅三寶係乜？就係每一年嘅12生肖運程書、7年羊年生肖運程書、2027年通勝、2027年平安月曆，呢3樣都係香港好罕有嘅與眾不同嘅產品，好平，但係可以幫到你全家。其實咧，當自己行衰運或者係有運行想揾更多錢嘅朋友，其實有方法去幫到自己。呢啲就係叫做借助外力嚟幫自己。曾經咧有一個人咧係幾年前咧就喺中環買71買中，買咗一套我嘅三寶，跟住咧佢半年談成嘅生意，竟然咧係我嘅三寶指導下咧佢談成咗啦，賺咗幾千萬港紙。呢啲係非常之成功嘅例子。人加埋識你運用嘅朋友，真係可以同你全家帶嚟平安嘅運勢，至緊要仲可以賺到錢，得到好運。除非呢個人係犯太歲啦，或者行空運啦，就需要去化解。否則嘅話，其實你呢三寶都可以已經幫你帶嚟運勢好運噶啦。我同大家簡單嘅介紹下12生肖運程書咧，其實喺香港當中咧係非常之獨特嘅。我嘅生肖運程書咧就係將每一12個月嘅運勢都寫得好詳細。咁當中有話俾你聽，你幾時行運，幾時有財運，幾時係衰運，幾時有空運，幾時有桃花運勢。想買股票嘅朋友，你
你要注意啦，破財個月份你要小心啦，賺錢個月份你自己把握啦，就可以揾到錢嘅。當中都要講，要空運嘅朋友亦都講得好清楚，邊個月你有咩空災噶，你自己注意咯。你避得開呢啲，照住呢運程書當中嘅指導去做，其實呢一年當中你全家有缺家避空，真係唔難嘅。仲有咧，我都唔同年份嘅生肖我都寫得好清楚嘅，要詳細嘅指導命運嘅。仲有咧，我嘅2027年通勝，我嘅通勝同其他嘅通勝都唔同嘅，都係要好詳細嘅。每一年當中邊個生肖咧係旺你嘅，係有寫嘅吓，咁我哋咪可以改變自己嘅運勢咯。咁咧仲有咧而生肖當中交友空嘅配搭都要寫到好詳細。如果唔想交到損友，害到自己屋企人，連累到自己屋企人嘅，咁呢啲真係就會幫到你啦吓，好重要。你同咩人結婚咧，會帶你好運啦；咩人結婚帶你咩命運咧？我個通勝當中寫到好詳細噶啦吓。咁通勝當中有家事啦，你每一格嘅家事都寫喺裏邊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識得配合用，好勁噶。仲有就係我個平安月你好犀利啦，都有365日加空嘅加日嘅指導啦。咁你識得用嘅話咧，你做任何一樣嘢咧，你都係揀呢個吉日去做咧，你就會好容易順利啦，避過空災啦。之間有你甚至乎係傾生意係成功嘅。你求人做嘢噶，你肯定加入去噶。結婚仲有咧，公司同人哋係見面啦，等等旅遊啦，唔理你做啲乜嘢，你肯定係要揀一個加入去，你係平安好多噶吓。好多朋友好想搵多啲錢啦，咁你肯定係揀我加入去，係容易傾成好多噶吓。前幾年咧，人哋買咗我嘅3部識到運遊嘅朋友咧，好多都賺到錢。好多都提升咗佢嘅業績，真係唔同噶吓。除咗結婚同埋生 BB，收到更加好運嘅，需要請我親自嚟入之外咧，其實你所有其他嘅都係非常之好噶。只不過你要更加加入嘅，到你結咗婚之後運勢更加好啦，雙方更加發達嘅，咁就需要特別一個責任，嗰個先可以整到出嚟。你係需要用到一個吉時，就配合我個通勝去用啦。總之寶咧，你全部加埋一齊，你識到運人嘅朋友。全家嘅平安同埋你嘅財富運勢啦，好運都係藏喺其中嘅。咁今年咧，2027年3部咧做限量發行嘅，咁發行咁時間咧就係2026年嘅西曆嘅7月份至8月份。地點咧就香港、澳門嘅71屋企便利店、書報檔、書館都係有銷售嘅，台灣都會有啦。咁如果希望自己全家平安啦，要行好運啦，啲朋友就嗱嗱上去搶噶，先到先得。遲咗就真係好難買到噶啦。如果購買困難嘅朋友，可以去每一個書報檔啦，或者71啦，或者書館去訂貨嘅。外國或者中國大陸嘅朋友，可以聯絡我助理，請我助理寄俾你。依家已經開始接受訂購噶啦。